生命離ない親父将生命離ない우와 달려기다 우와 걸어기다 우와 날아기다 마라슨 삶만 민기다 우와 달려기다 우와 걸어기다 우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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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riran aku kisumi tario Gaku uyaji jang semi hananai Uwa radio kita Uwa kelo kita Uwa lala kita Malah selesai mami kita Uwa radio kita Uwa kelo kita U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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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wa将生命hananai Gaku uyaji将生命hananai Mapana Mario Akaba Mapana Amakero Akaba ila Aisa Mapana Abidi Akaba ila Aisa Mapana Abilibun Akaba ila Aisa Mapana Aiparuma Akaba ila Aisa Ciptakan aku kapelang Akaba ila Aisa Mapana Abijinku Akaba ila Aisa Mapana Abidanda Akaba ila Aisa Makelai mai kusua Akaba ila Aisa Ciitilai kukirin Akaba ila Aisa Mata mengai mataya Akaba ila
Hello， 大家好 ，Hello 台湾 ，I am Suming， I come from Taitung， my Chinese 几点点，中文不太好，大家好，我是 Suming。 好，中文不太好，不要以为我是外国人。我刚刚唱的都是阿美族的歌，听得懂吗？听不懂是应该的。好，没有关系，听不懂没关系，你就把我当外国人。明明我就住在台湾，这么爱你们。好。 我想要介绍一首歌，《台湾之光》，郭英男阿公的歌声，来自亚特兰大奥运里面的主题曲。给台湾加油吧！
我的乐手 DJ Tommy， 吉他手小龙。今天，现在都兰部落已经准备在丰年祭了。我跟头目请假，为了陪你们海洋音乐季，陪你们。好，今天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来哦，我带我们部落的青少年一起来。 不过，其实因为大家都在山上，然后很厉害的都已经跑上去了，剩下很可爱的留下来。我们一起欢迎都兰部落的弟弟们，好不好？ 经过大场面哦，我们丰年祭也没有这么多人呢。好，啊，听不懂了，你们讲什么？你们讲国语吗？哈，没关系，我接下来唱的，你们也听不太懂啊，没有关系，当做听法文好不好？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法国的阿美族。好，带来这首歌《崩法力》，给弟弟们加油吧！
哟呀，嘿呀啊嘿呀，还可以吗？他们很害羞哎，看得到吗？看，好，来过来，你们到前面跳舞。 可以吗？这样可以吧？好不好？要像刚刚翻译成叔叔一样哦。好了，像翻译成哥哥一样，可以吗？今年几年级？国一。国一哦。叫什么名字？廖伟成。三弟名字嘞？以上。啊？以上嘛，啊，就是那个以上嘛。你爸爸妈妈是谁？你什么星座？啊，你自己什么星座不知道？你靠哪里？靠海就是螃蟹，好吧？在水里面就是双鱼。好，下一个，来，自我介绍时间。今年，你叫什么名字？王俊宏。哇哦，中文也比较好一点。原住民名字呢？昂爱。昂爱啊，昂爱哦。昂赖对，就是那个国军昂赖的那个昂赖哦。今年几年级？国二。国二。星座？狮子。哟，哇，你知道狮子座？那你生日快到了，我们刚好丰年祭没有空哦。还是你要在这边过？你要那么多人陪你，赶快去买蛋糕，快点！有没有看过这种场面？有没有？有没有比我们丰年祭还要多的？有。多少？很多。很多是多少？不知道。可是他数学不太好啊。好，下一个，怎么那么高？来，你叫什么名字？黄浩伟。黄浩伟，原住民名字呢？一度，今年几年级？国二。国二。哇，你怎么吃的比我还好？国二，你打篮球吗？有啊。你有运动专长吗？没有，你是国军安赖的那种，是安赖的。好，忘记问星座了，来，星座。牡羊哦。你这样子就可以算得出来原住民什么时候繁殖的哦。好，问星座。好，电话，人家那么小，各位少女矜持一点，人家还小，才国二而已啊，不要这样。丽丽，叫什么名字？徐玉祥。徐玉祥。好，原住民名字？邵丽。邵丽敏。好，那个几年级？国二。国二，所以只有你1年级哦。你怎么？其他的，他是学弟耶，你要欺负他吗？没有，对他好不好？好，自己在讲。见到这么大的场面会不会害怕？会哦。怕什么？害怕。他会害怕啦，给他一点鼓励好不好？这样他会怕？会。还是会？那你想怎样子说？等下如果他们尖叫声很大声，你会不会跳得比较卖力？会啊，真的哦，好吧，这样有没有感觉当偶像的呢？等下你可以故意这样的呢，等下你们就这样，这样子，好，小心些，但是不要掉下去哦，好吧？掉下去，哥哥也没办法救你们，会哦，自己可以享受那个光荣的时刻，要有自信，好不好？好不好？要不要有自信？要有自信，好不好？做个堂堂正正的原住民，好不好？好。给他们一点尖叫声，好不好？手机吧。
作，可以吗？哎呀，有没有享受到尖叫声的？有没有？好。好，好，来，接下来我想要教你们，刚刚很多人教你们说的一句话，我不知道为什么，说今天来的好像都是阿美族，蛮多的。阿美族的话，你们会讲吗？没关系，练习我教你们，就刚刚教你们的那些，对，你们可以学以致用。好，我爱你，马乌拉海。马乌拉海，嘎古，迪苏瓦难，哎，现在阿美族刚好都要丰年祭哦，好不好？现在学以致用，有去华东地区的话都用得到，哦。现在先不要，先对我就好，因为他们还很小。马乌拉海，嘎古，迪苏瓦难。好，就这么巧，我刚好有一首歌，就叫《我爱你》，我教你们唱好不好？练习啊，我唱给你们听啊。练习哦，好不好？试试看好不好？当做学法文，好吧？然后后面底刷难念快点，底刷难，底刷难，龙珠底刷难，试试看好不好？来，一起唱啊！马乌拉海嘎古。对了，我们来唱这首歌好不好？就是靠大家，好不好？请支持原住民，原住民是基优国，我们要替台湾沾很多光荣，都靠你们的掌声，谢谢你们。
有唱吗？刚刚？有。第一次听到那么多人讲母语，感觉很奇怪，也很感动了。好，你们身边有没有原住民的朋友啊？不要误会哦，原住民跟外籍的朋友，傻分不清楚，真的。不管是如何啦，我觉得大家都要有一种包容，然后相互尊重、相互喜欢的心。我相信大家的眼睛会看到更多不一样的事情，你说对不对？好，唱歌好了，你们想要听什么？这个好像皮亚诺吧，我从来没有打过弹钢琴过。渐渐想，好没有啊？哎，这个真的是皮亚诺吧？啊，来唱一首歌，这首歌也放在我的第1张专辑里面，然后这首歌叫《我们的约定》，说好我们约定一起爱护我们的土地，爱护我们的海，一起爱护好不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爱护我们台湾，爱护我们的土地。这首歌《我们的约定》。来，叫你们唱一首歌，当我唱黑，有人帮我回答改油印，好不好？改油印，就是美少女的意思，改油印。
嘿呦，乌曼嘎乌拉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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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声尖叫一起来领原住民的第一趴。Nakama ulah kisui dawa magayoi Magamagai gisu Maulahay gisu Makawanay gisu Maganay gisu Hey yo Umana ulahan Hey yo Umana ulahan Hey yo Aku padaku ebraku keteraku Maku mekaku kami dalam materan maikaku Saat berbenturan saat tengi-tengiran Nakama ulah kisui dalam nangayoi Aku mengai kisu Makulah hai kisu Makawanai kisu Makanai kisu Hey yo手力，希望大家给我多一点支持鼓励。部落新导演尖叫声！感谢各位朋友，请拉前行。天空下的太平洋一直蔚蓝着，太阳下的我们还一直在唱着，唱着我们的歌。唱着我们所有人，唱着我们的日子，唱着我们的名字，拉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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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呀。
千禧，拉千禧是拉千禧，拉千禧是拉千禧，拉千禧是拉千禧。哦呀哦哎呀，那哦哎呀，哎呀哦哎呀，哦哎呀哦哎呀哎呀哎呀，拉千禧是拉千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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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呀哦哎呀，那哦哎呀哎呀哦哎呀，哦哎呀哦哎呀哎呀哎呀。是因为你是今天唯一有脱上衣的，我们想多看几眼，好不好？哎，树明安，再给我们一个属于原住民的 party 的音乐。好，中间好，好，等我一下，我教你们唱歌好不好？阿美族有一首歌，一打一唱，很简单，我当领唱，你们当答唱。好啊呀那呀哦嗨呀。打上。咿呀哦嗨呀，今天叫哦嗨呀之夜哦，一起唱好不好？哦嗨呀，咿呀哦嗨呀，来。嗨呀咿呀哦嗨呀，啊呜哎呀那咿呀哦嗨呀，嗨呀咿呀哦嗨呀，嗨耶呀哦耶呀。哦嗨呀，哦嗨呀，咿呀哦嗨呀，啊呜啊嗨呀，哦耶呀，哦嗨呀，咿呀哦嗨呀，会唱了吗？要唱好不好？都要唱哦，都要唱，不要放弃自己，不要放弃自己，都要唱。来，把功来。来，到前面，来，我们到前面陪他们唱歌，好不好？来，阿比。我呀那。